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前2天外婆不是给了我一个金手镯吗？做了一个琵琶挂件。很多人说那么大一个镯子，怎么做下来的挂件那么小？这个不能急的，因为师傅是一样东西慢慢做出来的。我们要做3样东西：平弹的2个乐器，琵琶做好了。那今天要去拿3弦，然后剩下的黄金再给镜子做一对耳环。过来真的蛮方便的，1号线坐到灵顿路站出来，过来50米就是。非常期待那个平弹3弦做的怎么样。人蛮多的，要排队。闲着也是闲着，看看都在做些什么东西。司马老师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又见面了。刘老师，我看看你今天在做什么。给你正好做那个哦，正好在做我的3弦啊。对呀。哇，真漂亮。哎呀，我给镶了个翡翠。镶这个翡翠加不加钱？不加钱，送你的。啊，谢谢谢谢，太漂亮了。可以吧？加这个位置漂亮吗？漂亮的，看看反面，真的很棒。到时候也帮我穿根红线，这样可以挂脖子里。那我的写的单子给你放在里头写啊。是不是又来单子了？啊，对。我看到他们也要做琵琶，是不是？是，跟你那个就是你发作品以后，客户是要求。司马老师给我看，人家付定金都要做琵琶。跟小刘老师一模一样的琵琶，又订了3个。那说明你做得好，大家认可你了。谢谢。这个懂评弹的人知道是3弦，不懂评弹的人看了以为是钥匙，对吧？蛮像一把钥匙的。上次那个小琵琶是直接寄过来的，这次现场看师傅做啊，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感觉像是一种创造生命的感觉。出来再等1刻钟，还有1刻钟就完工了，我的小3弦。原来这里每天下午还要上课，周围这些都是司马老师的学生，算是他这一脉的非遗学徒。平弹3弦的挂件，他们整个行业都没做过，今天是第一次。只要有意向，学徒就可以，花钱溜，包教包会。那像你们这边学徒，要不要像我们平弹曲艺那样跪下来磕头叫师傅呢？可以叫师傅，但不用跪下。学徒的话是给我们交学费啊，早上上班打扫卫生、端茶倒水，还有收拾设备。东西拿好，回家。搞直播看看，那只椅子呢？哈。哟，你看看阿玲。林哥啊，你想个啥么子讲？废菜，不晓得3弟弟也有艺术细胞啊，下趟也能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平台传承下去。